既然咧係遲開啦，都冇乜所謂啦，繼續遲啦。大家係咪唔走先？嗱，唔翻到最後講晒所有嘢，大合照都冇走啊嚇！最佳新晉作者學術同埋非學術咧係其實同年齡無關嘅，咁所以你係80後又得，另外一個80後都得，咁所以咧係兩種80後都可以係。主要就係初次出品嘅，咁或者係初試提升，或者係咧係10年磨一劍都可以。咁所以咧係最重要咧係一鳴驚人，所以咧係去片咯。聽聽入圍作品。第5屆金書獎最佳新晉作者學術入圍作品如下：你的神子。我的上帝，歐力人，馬可福音卷上，葉雅蓮，彼得前書，經歷苦難進入榮耀，賴可中，鐵窗內的心靈世界，白德培，系統神學基督論，李日堂。最佳新晉作者學術嘅得獎作品書名係《鐵窗內的心靈世界》，作者好感恩我都好估計可以攞到呢個獎。咁我當然好開心，我相信同我一齊好開心，會係一班坐監嘅朋友大兄。因為我其實好多嘢喺呢本書裏面所寫嘅都係佢哋心腸所學嘅。當然佢哋又做好多壞事，但係佢哋其實都係好多方面好多嘅資源。咁我就係喺輔導當中，或者喺普通嘅人生嘅智慧當中，都係佢哋心腸上學咗好多嘢。所以我就都係呢度想多謝佢哋。佢哋當然唔喺度啦，但係我肯定知道佢哋會同我一齊好開心。因為上年趁個機會多謝出版社基道書樓，特別梁冠廷佢哋喺成個出版過程有好多方面嘅幫手，都好努力做。因為當然係當初有經過一個反譯幫喺寫中文，我寫英文嘅，咁有個我哋以前嘅學生而家都係佢哋嘅經常幫手嘅馮達陽全部都係教師，都係幫我翻譯，咁所以好多謝大家。第5屆金書獎最佳新晉作者非學術入圍作品如下：信仰尋找明白，蘇遠泰；我愛丁堡，任志強；堂會確是一間有限公司，馬保羅；感受南美，蘇平恩、吳卓榮；人生沒有第三組別，張玉芙。我愛丁堡。我係80後嘅，我80後大學畢業。人生裏面我第2次上台攞獎，第1次係幼稚園初班清潔獎嘅2次。多謝上帝。我本書裏面成日用一句話，其實係我教會領聖餐嘅時候，我哋每次都講：不敢依靠自己的義，唯靠上主的恩。有啲激動啊，同埋比想像中緊張，因為諗住自己都有機會嘅，但係冇諗住睇真㗎嘛，真係唔識真。多謝一啲人啦，多謝我喺我童年好細個嘅時候已經過咗身嘅爸爸。我本書寫成咁嘅樣咧，係即係你知道我個人係諗，如果大家有即係可能有少人都立過下咁嘅本書，你睇立過下本書，你知道我個人係點樣諗嘢法啊，點樣講嘢法啊，同埋點樣寫嘢法，即係打橫嚟調轉嚟嘅，即係根本係亂晒大龍咁，即係唔係亂，即係原來 good sense 嗰個亂晒大龍。咁係我發覺，雖然我同我爸爸分開咗咁多年啊，佢離開咗咁多年，但係呢啲嘢由佢嗰度嚟嘅。第二多謝我媽咪，大約半年多之前以90公里安息主懷，
但係好多其他嘅嗰啲我嘅即係過期食品專家專食啲即係超級知慳識儉啊嗰啲嘢咧，就係我媽咪嗰度嚟嘅。咁啊，除此之外，亦都多謝特播出版社馬振梅總編輯夠膽出本咁嘅書，多謝我呢本書嘅主責嘅編輯葉明琪姊妹，佢用咗好多心機，我同佢搞呢本書嘅過程裏邊紮晒馬反改，我本來嗰個稿裏邊寫反面嘅，佢話唔好反面，唔做啦，反改啦咁啊，即係多次紮馬反改，因為我咧係一個其他出版社唔敢揾我啊，應該因為我又野蠻啦，又執着啦，又成啦，即係嗰個應該係 comma，即係逗點定係句號，我都要同我編輯撐咗3日咁樣，即係我話逗點，我話句號。咁但係即係我嘅編輯真係好嘢，佢即係非常之專業地咧係又温柔又專業又強硬地咧化解晒呢啲嘢。亦都必然要多謝即係評審同埋即係金書獎頒呢個獎俾我，多謝大家。